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2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今日国内阁新增加20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对今日开始桃园机场禁止飞行机的照后，互人转机搬过去第三国。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台南视察陆军步兵防疫整备，蔡总统嘛讲病情咧看，中国军方的飞机嘛是一再飞来威胁。韩国发生有歹人利用网络的软体收钱，互人入去看查某囡仔受人操打的影片，受害女性超过70个。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上届新的记者会说明讲，国内新增加20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全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的。但是中指挥官嘛讲，这中间有8病例是伫咧飞机机场都验到，即时通报指挥中心。那我们就要宣布有新增20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那没有本土的案例，20例都是境外移入。那这里面这20位呢，大概有8位我们在机场这拦截到的那有9位是本来列在我们的居家检疫，那有1位是列原来的居家隔离。所以今天这些案子里面相对的应该是都在我们的原来的掌控之中，还有一个是在机场及时拦截下来的那另外在那2例就2例直接在从那个就是说自行就医的这2例基本上都是到美国去，那是夫妇到夫妇2位。那回来之后基本上他也都在家里面自行的自己的一个自行隔离，所以今天这20个案例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掌握。自今日开始，连续2礼拜，桃园机场禁止飞行机来照后，互人转机搬过去第三国，较袂人来客去，病情愈搞炭。机场看过去比较演过是真无相像，规片空落落。后后店的飞行机沿境外口阁安部要当营业，因为拍算的有1站期间，拢无要阁再放了。桃园机场飞行机规个拢停满啊！为着要阻挡疫情伫咧全球滚价，机场的航班减少，飞行机停飞。航空公司嘛，甲引进套啊，较袂营业，因应长时间的停飞。另外，机场内底嘛是空，敢若有蓝山的旅客。这是雨衣，因为隔离衣只剩最大号的 size， 然后我穿不下，就 M 号全部都被抢光。知道要居家隔离啊？知道。有没有感觉今天飞机上人数非常少？非常少，一个人可以坐1排。当然，因为这个病毒是全世界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说不应该让人太多那个结果。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球大流行，为着避免疫情透过空中运输来传播，为20日开始2礼拜的时间，台湾全面禁止旅客转机。不过，预计也有3985个旅客20日返点进前的转机。桃园机场嘛加强消毒，只要一发现，就透过2氧化氯先做消毒的动作。在垃圾桶把它消毒完了之后，我们打包，整个就丢到那个焚化炉去做一个焚滚的动作。觉得台湾的防疫政策怎么样？蛮好，很好。回来就轻松了哦。台湾防疫最好了，一进检验什么很正确啊。对啊。大家都有保护措施。意识啊。根据移民署的统计预报，桃园机场20日入境3898个人，出境2513个人，拢总6411个人。旅客返来到台湾，感觉真幸运。除了俄罗台湾的防疫，让人真安心，嘛认为停止转机的政策是对的。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礼拜，咱国内新增加的武汉肺炎的患者内底，有2个是发生食无咸正、鼻无芳臭的症头。感染科的医师嘛分析讲，虽然不是大多数人拢有这款变化，不过嘛看得出来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会去攻击咱人体内神经系统，这嘛是别款病毒较袂发生的情形。咱国伫礼拜日新增加的26个确诊个案内面，有2个个案出现食物件无气味也鼻无气味的症头。国际上也有相关的案例，有英国专家讲，少年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无一定会发烧咳嗽，有可能自对气味抑个咸正无感觉开始。感染科医生讲，虽然唔是大部分的患者拢有这种症头，不过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会攻击神经系统。
它的理由是因为病毒会在鼻咽部、跟口腔还有舌头上繁殖，那可能是破坏了受体，或者是破坏到末梢的神经，造成感觉传不进去啊。那目前的结论就是说，这些人会不会恢复，现在不清楚了。可是如果有人有些症状、有些表现的话，因为这个很特别，其他病毒几乎都不会出现。如果有这种表现的话，一定要去验一下新型冠状病毒。医生提醒讲，民众若有这寡症头，会当去病院做检查。伫即马国际疫情严重，台湾也伫咧关键的14天抗疫期，深受风险的拍算甲必要。感染科医生讲，就算是面临大规模的感染，风险效果也无一定好。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那个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的话，所有的学校停课，或者是所有的那个办公室都不要上班，那大家尽量在家里面那个办公室，这个是可能必要的手段。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出门，除了买那个民生用品以外，那这个东西是有点太过严厉，也是不是很必要。医生分析，若发生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上重要是避免伫咧室内抑个较卖去暗时的群组活动。台湾目前也无到这个阶段，严格也是提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时阵，一定要注意手的清洁。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南美洲的秘鲁即国嘛临时宣布锁国，无论边洋、空中还是行水路的国际交通，拢总暂停。但嘛有60个台湾过去的旅客就另外拍算了。外交部是讲，国民若有意向要赶紧倒转来，代表处会积极争取，同款采用旅客包机自费的做法，嘛会继续和旅行社、航空公司，还有对方的国家尽量接洽。对于这些国人呢，他们的意愿，外交部都充分的尊重。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一个需求，由我们的驻馆呢就近积极的提供协助当中。那目前呢，我们的驻馆还是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比较低价包机的一个方式哦，我们会持续的跟秘鲁相关的单位，也会持续跟相关的这个旅行社、航空公司相关的友人哦，相关的单位，我们继续的积极的协调哦。希望协助这些想要离开的国人呢，我们能够希望他协助离开秘鲁。武汉肺炎拖全世界，但就连国际组织的工作也受到牵连。目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下底各项会议，拢已经宣布要延期接办。有种人真注目的世界卫生大会 WHO， 敢有法度同款保持伫咧5月17开幕？目前嘛也讲袂真。甚至还有风声讲无定换采用线顶开会，也是迁到秋天才举行，甚至取消嘛有可能。咱过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到台南，视察陆军步兵伫203旅，要带动病情摊开，防疫这方面工课的精备。蔡总统早起嘛特别强调讲，虽然疫情摊无休，中国军方的飞行机嘛是几落摆来台湾四边咧踅，对咱这个区域安全上的威胁是全无降低。大家要知道，虽然目前疫情紧张，但是中共军机还是不断的扰台，对台湾与区域安全的威胁并没有降低。刚才我也特别前往空军第1联队，去了解空军针对解放军远海长航的处置以及作为，也要求空军弟兄姐妹一定要确保国家领空的安全。蔡总统去到陆军203旅视察疫情的准备，伊致辞的时嘛表示讲要代表国民、甲国军加油，感谢军方对防疫的付出甲用心。另外，蔡总统也有去到空军第1联队，了解国军针对中国军方的飞机飞长途来到台湾四边的处理甲拍算，要求军方要确保领空的安全。虽然伫咧带动病症，国家的安全绝对袂当放任。因为蔡英文总统进前已经有指示。行政院各部会即礼拜嘛落去摘手头，按算要加强400亿，配合600亿的特别预算，拢总陆续去消透各行各业即阵啊拄到的困难。苏贞昌院长早起嘛开声批评中国，讲病症深开始咧传时，因都若无暗看，赶紧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 者，相信全世界当时袂遮上重。疫情继续伫咧滚价，伫咧总统蔡英文的指示之下，纾困方案会阁增加400亿。行政院拜一调集下部会会议来盘点，预计即礼拜以来提出第2波400亿的纾困方案，包括延缓6岁、养猪贷款、劳工薪水，还有业者水电拍折等等的方案。
大家整个来盘来商量，就是要做到能够立竿见影，做到能够尽量为大家纾困，同时振兴。连同第一波纾困特别预算600亿，政府总计投入去1000亿来纾困救产业。不过，有立委烦恼讲，甲美国、香港直接发现金比起来，台湾的纾困经费若像较无感觉。对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要200例，外界开始出现封城的声音。苏贞昌嘛对大家来发声。我们不到封城这种做法，我们其实因为国人同胞大家警觉性很高，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应该不要自己成为害群之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嘛伫咧推特面顶，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句来一句去，强调是台湾伫咧去年12月31日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苏贞昌嘛认为讲，若是中国无暗砍疫情，危害嘛袂遮厉害。如果中国能够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的话，世界早一点获得警告，我们相信不会危害的这么厉害。若是苏贞昌闭巡的时阵无挂嘴暗，引起防疫空拍的疑虑。不过，苏贞昌强调讲，答询的时阵挂嘴暗无方便，而且疫情的空间真大，若是照专家的指示来做，就会当甲防护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关心欧洲这边面，西班牙总理的看守顶日去挖着武汉肺炎，结果昨连因丈人丈母嘛验出致病。咱之前网报讲，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因为和患者都有直接，只有是单独隔开办公。加在上新检验的结果是，默克尔总理无去挖着病。英国的首相当时已经宣布，要求国民未来3礼拜内尽量袂当出门，四界行大了。From this evening, I must give the British people a ver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must stay at home. 英国首相强森23宣布，英国全国实施3礼拜禁令，民众除了上下班、买生活用品、运动、医疗需求以外，袂当出外，袂向处罚。所有非必要商店甲场所先关起来，包括图书馆甲礼拜场所。公共区域禁止2个人以上聚会，丧礼以外仪式暂停。政府嘛要求海外旅游民众赶紧回来。加强封锁的，还有捷克甲荷兰。捷克23宣布延长封锁到4月初1，除了上下班、买食物、看医生等袂当出外，外国人袂当入境，民众嘛袂当出国旅行。同一天，荷兰嘛下令禁止民众集会到6月初1。德国22就宣布禁止2个人以上聚会。总理梅克尔因接触感染医生，伫厝隔离办公，好佳在伊结果是阴性，不过为了保险，会搁再复检。不过西班牙总理桑杰斯情人无遮尔好运，桑杰斯因某近日确诊，丈人爸丈人母23嘛感染，加上2个人年岁大，病院真注意。桑杰斯表示，病毒攻击每一个家庭，当然嘛包括伊个家庭，伊目前自主隔离。全球疫情真紧拖轨，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23警告，大流行当地加速。More than 300,000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from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heartbreaking.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WHO 指出，对收到第一例通报，经过67天累积到10万例，不过对10万累积到20万，加经过11天，对20万累积到30万，共有4天。各国爱提悬警觉，嘛强调封锁会通减少病毒传播，所报道治本。各国爱检测每一个疑似病例，隔离照顾确诊的病人，追踪因的接触史。WHO 指出，医护人员欠丰富装备，伊会甲20个集团及团体领袖讨论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边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已经宣布第2波政策，要鼓励钱水较活动咧，会当落力去市民带动经济。不过美国股票市场选用川普总统所推动的紧急纾困法案，去互反对党动起来。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又搁落582点，总是病症拖无休。即阵美国敢若纽约这州病例就已经超过2万人。全美国已经有8州下令非必要袂当出外禁令，全美国的确诊数量已经破42000人。疫情上严重的纽约州感染人数更是破2万。Number of positive cases, we are up to 20,000 statewide, 5,000 new cases, which is obviousl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州长古姆嘛要求病院将收治病人的量扩大50%，有必要可能佫需要加倍。伊嘛伫记者会爱联邦政府担起责任，好好执行各项新生法，稳定医疗物资的计效甲数量。美国总统川普20日宣布开出4架海军医疗船去加州，佮派国民兵去纽约、加州甲华盛顿。3疫情上严重的州斗3天，联邦卖伫这3个州设立紧急医疗站。不离个总金额2条美金的紧急经济纾困法案，22日参议院表决，索求民主党的参议员封杀，共47票支持，未当过关。If the entire economy continues to crumble,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Americans laid off because Senate Democrats won't let us act, that'll lower our carbon footprint, all right? We're very close to reaching a deal, very close. And our goal is to reach a deal today. And we're hopeful, even confident, that we will meet that goal. 另外，为了救经济，美国联准会23宣布第2波的宽松行动，包括承诺无限量买进债券、压价借贷成本、制定计划，确保资金会当流入企业、甲各州、甲地方政府。这是联准会第1摆推出金价保障案，目标并开量宽松。不过，美国股市还是受到国会参议院纾困法案无过影响，道琼工业指数小盘582点，盘中把卡到3年前的上个水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中国双方面近来唔那拢无用伫咧对抗病症，搁也为着病毒起治的源头，搁有中国到底敢有暗砍疫情这代志，互相伫咧吵嘴，发生口角。美国的川普总统是指控讲，中国无量早表露病情摊开的消息，才会误着全世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是应讲，美国家己含慢控制，唔通怕人，又搁伫咧化救人。新型冠状病毒伫咧全世界大流行，疫情伫咧关键的时阵，美中两国嘛出现即日归属的喙烂节。美国总统川普日表示，中国无量早公布消息，致使疫情失去控制，互伊感觉真失望。But I'm a little upset with China, I'll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as much as I like President Xi and as much as I respect the country, but they should have told us about this. And 面对川普指控暗砍疫情，而且佮几啊届新冠病毒合作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嘛反击。美方这种造谣污蔑、贼喊捉贼的把戏，实在太拙劣了。耿爽表示，美国伫咧2月初就全面禁止14天以来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士入境。迄当阵美国敢若10个确诊病例，50天了后却增加到3万多例。这50天时间里，美方采取了什么有力的措施呢？美方完全是浪费了中方为全世界赢得的宝贵时间。这里我要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疫情政治化，停止对中国污名化。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嘛，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伫咧推特面顶你一句我一句，冤家扭济。欧塔加斯表示，台湾伫咧12月31日就想要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病毒可能的人传人。中国说到1月20日，还阁伫咧否认这件代志。华春莹是强调讲，中国自从1月份以来，小连续甲美方通知国内疫情状况甲应对措施，批评美方和中国做替死鬼是无帮助的。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totally protect our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y're amazing people,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virus is not their fault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美国总统川普23头一届无搁用中国病毒来称呼疫情，嘛表示必须要确实保护伫咧美国甲全球的爱的社群。伊嘛强调讲，即马国家面对考验，每一个美国人因为疫情所牺牲的权益，拢是咧救别人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看完，咱来看香港。昨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是宣布讲，考虑到餐厅内底5期价甲 AA 定定是愈熬越平，当时要约束同香港地8600几间有吉酒牌的餐厅和酒吧这营业场所，暂时袂当搁再卖烧酒。当然，业界是真反弹，批评讲政府袂需要逼人生理免做。林郑月娥特首嘛讲会做这款拍算，伊本身也是真为难。全球疫情增加，香港最近新增者案例大部分是境外移入。特首林郑月娥第13宣布真济防疫新措施，包括对25饭店开始封禁14天，唔是香港人禁止对海外入境，所有入境者拢要强制隔离14天。那安尼，林郑月娥嘛宣布颁布禁酒令，引发酒吧业者反弹。疫情爆發嘅期間咧，其實咧我哋睇到咧係牽涉到咧，可能係一啲食肆。而食肆大家都知道打邊爐事件啦，曾經引發過一個
一個問題出嚟，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政府睇嚟咧，佢淨係咧針對賣酒嘅場所。禁酒令若是生效，全香港超8,600間酒吧甲餐廳攏會受到影響。業者批評餐廳禁止賣酒嘅做法傷限，因為酒吧生意有8成攏是酒水，剛有1、2成是為賣食物來的。這款措施唔但對行業無幫助，更會提示餐廳業者嘅生存空間，是按應繼續營業。啊，那林鄭月娥嘛回應，頒布禁酒令其實是真困難嘅決定。呢個課題大家要明白係非常之困難，係非常之困難嚇。就我哋當然希望每一位嘅香港市民喺今次咁危急嘅情況咧，都能夠自我約制。如果能夠成功自我約制，就唔需要大量嘅法律嘅工作。伊表示，專家認為餐廳嘅消費方式上互人煩惱，那傳染嘅風險高，而且最近香港有真濟確診嘅案例，攏是甲酒吧聚會有關係。因為立法禁止賣酒，佫需要上無幾工時間研究，會用這段期間聽各界更較濟意見做調整。記者綜合報道。台灣的藝術水閣好，國情解說2句話，互你做參考。解說，解文說字。講食酒，有人講的5江山，實在講過去正講碩士新聞內底有那一句話，講若要斷酒法，先眼看醉人。你看迄吼食酒的人，什麼款的樣相？你若保持清醒，佮看，你就知影講食酒真正真唔通。毋過你講國情啊，當要去倒位找遮濟食燒酒的人，我看免煩惱。民謠的歌王劉福座，伊家己捌作詞作曲，寫一條歌，這條歌叫做《啉酒人》，就是咧講食酒的人的樣相。國情今日將歌詞抾出來，甲所有觀眾朋友咱來體會講咱的民謠歌王。小劉劉福座看外交寫歌，將這個食酒人形象寫甲一目了然。見面歌詞講，食酒的人無啉燒酒皮皮喘，拄着燒酒是啉袂煞。無啉人戇戇，酒啉人空空。講話說大志，又閣直直鐵。目睭說起花，行路像咧飛。婦仔看做是菜瓜，行路骹軟軟，厝內袂曉轉。倒咧半路困，寒甲死盡。你甲聽，真正歌詞內底所講食酒的人迄種的形象，倒佇咧半路困，寒甲死盡，也是講婦仔看做像菜瓜，目睭說起花，袂輸敢若電腦的鏡頭，一幕一幕安尼報出來，互咱看，攏毋免講真正去看倒一個人食酒啦，敢若聽歌詞，咱就體會會到啊。毋若講有個人酒癖歹，倒佇咧半路困；有個人講話安尼大志閣興天，講袂煞。啊，閣有哦，歌詞後壁也閣有，講有咧倒咧大廳頭，有個酒醉哪着高，有個酒醉目微微，看着朋友喙開開，酒醉講話說老風，老爸看做是阿公；有個酒醉過土沙，駛迄個牛車來甲拖；有個艱苦一直吐。朋友規陣來照顧，酒醉噗噗，骹輕輕，喙爛嘴是插插針，酒醉囉嗦到會使。一句話講幾落擺，燒酒是啉甲空空空，講話目睭煞脫窗。吼吼，夠講話有夠講話樣相，啊若迄個酒癖歹，倒落井困的，原來有迄個酒癖真歹，困甲毋知人的形象。劉福座老師真正夠寫，這歌詞當然規條真長，國情講袂完。毋過吼，伊收煞尾時陣，伊也有講朋友兄弟哪佚佗，最後添杯是不如無。真正食酒食過頭真毋好，毋則係講政府佇咧管制食酒，個人講愛減食酒，確實也是有伊的正理。過來，咱換來關心韓國的消息。韓國一邊面為着抵擋病症，佇咧曝光大道，另外煞又閣發生真嚴重的犯罪事件。迄就是有派人利用網絡的軟體 Telegram 佇空中開一間的秘密房間，互人開錢入去看查某囡仔受人操打的影片。目前所在受害女性已經超過70個人，其中閣有16個是未成年。當下已經有300多萬人聯署要求講，政府都要公布犯案者的名聲。倒轉來關心台灣國地頭的消息，目前咱台灣在家來檢疫的人數已經有37000幾人，啊，這內底敢若新北市就頂1/3去。侯友宜市長他們要求警方都要加派較卡手，去較濟人佇咧出入遐個民間經營的室內場所徛班，通好管制人馬正正病情咬話。啊，另外市政府嘛繼續公布替企業消頭困難的安排，
包含倒出贷款的利息，阁有税金减收才会办法。 20时早起，新北市的上新居家检疫人数有12416个人，是占全国1/3。为着无互防疫出现破口，新北市严格管控。市长侯友宜要求将公有的封闭性的场所关起，暂停营业2礼拜。对于民间的封闭空间，嘛要求警察要重点徛人，取代扩大临检。如此一来，唔但会当省人力，嘛会当管控人潮。我第一次扩大临检做一个宣示性完了以后。 从昨天开始，我就要求警察机关把人潮多的封闭空间不听规劝的业者盘点出来，全部站岗，2个小时一班就可以换人力。我一个晚上的扩大临检的动用人力，可以比14天的人力还多很多了。 甲业者斗3天管制，就是为着要减少群聚的情形发生。但是欧洲、美国陆续封城，新北市敢是嘛有开始封城的准备。侯友宜认为，即摆还未到封城的时阵，只要甲个案管控好，莫造成大规模的感染，相信袂行到迄步。但是嘛爱有上歹的拍算，而且毋是新北市做准备个会使，包括台北、新北市、基隆、宜兰、桃园拢爱做整合，加上中央的指令甲配套措施。毋过面对疫情产生的冲击愈来愈大，新北市阁公布3项纾困措施。所谓的监控行业，像对游览车客运业者，我们会配合中央补贴牌照税应纳税额50%，对饭店或旅馆业者改科较低的房屋税，从3%降为2%，这是由地方前者可以做到。 为税补贴到持有房地租金拍对折，阁有延长信贷利息补贴，为6个月延长到1档。出手救产业，台北市是按算26公布第2波的纾困方案。记者郭灿台北有新北市报道。早起，花莲县议会因为有议员提案讲要撇疫情，暂停开会。议长嘛裁决宣布即时休会。不过，因为这站的临时会本底是按算要审查地动灾后的工程，阁有花东基金的补助，甚至也有牵连到弱势族群甲关怀街路顶的游民者预算。所以嘛有一寡议员向听到无张无弛，就要休会，是讲较无法度认同。 这是花莲县议会议事厅原本20时早起要召开临时会，议长宣布暂时莫开会，因为提案议员认为花莲县目前居家检疫的人数已经有500多人，是真危险，所以建议休会。这疫情最怕群聚感染，所以议会今天开临时会，我们又是民意代表，为了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提案了。 那我们这一次的临时会休会。经过议长问参加的议员，只有一个国民党籍议员李秋王反对，因为这届临时会要审的法案总共有11项，会当分做建设类，还有社会福利，金额为几百万到3亿外。休会后部分议员感觉是真烦恼。应该先前跟议员们先沟通嘛。忽然觉得大家都觉得措手不及啊。我建议啦，就是说有关于社福类的案件，还是要优先来审查。 花莲县议会表示，这是花莲第一届因疫情的关系来休会，那受相关法案受到影响是真危险。因为我们都是合议制嘛，那就是要等到开会，大家来决定，也没有办法用私底下来签这样子。花莲县政府这届临时会提案，较大的项目有地动了的工程修复，佮有花东基金的补助款，含协助弱势族群的方案，佮有关怀游民的项目。什么时阵会当佮开会？爱看疫情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3月2日，屏东县已经有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地方就有人咧烦恼讲，本地4月要踮遮举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选手教练按的有16000几人的惊卡到。潘明安县长他嘛开喙建议中央，就要考虑延期接办。教育部这边是讲礼拜4就会详细说明这件代志。 日靠摆好运米运动的所在嘛完工，屏东县政府109年全中运拢准备好啊，毋过真侪运动场馆就伫咧屏东市区，因为人口真侪，地方的居民开始烦恼讲，若是比赛对防疫不利。境外来的那个人口那么多啊，他有没有带也没有带，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啊。他没有讲到我们社区的那个防疫措施啊，那我们也很担心说你的人员流动啊，或者是怎么样避免那个群聚都没有讲。 全中运预计有16000个伫全国各地来选手甲教练，居民甲烦恼的问题反映予县政府，县长潘明安伫咧23个防疫会议当中，已经正式向中央来申请全中运延期。全域中运期间，
我们几乎所有屏东市的旅馆都客满。那到时候，所以昨天县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万一有这样的情形之外的时候，屏东县的防疫旅馆就会没有办法处理。教育部伫咧防疫会议当中初步回应，全中文比赛当中的成绩甲学生的升学项目有关系，希望讲会当采取关门比赛方式，卖互一般的民众之外继续来办。若是甲成绩无关系的延期，学生选手有为支持，有为反对。一点点的风险，进而导致他们身体不行了，这样不太好。所以可以等到疫情比较好一点了再进行。我是觉得要如期举行，只要把全面的防疫措施全部都用好、做好。毋过社区居民表示，毋若场馆内底防疫，嘛会有真侪人入来社区内底，应该要有相对应的防疫措施。希望讲中央会当甲居民沟通讨论。教育部表示，今是要延期，会伫即礼拜是例行的记者会面顶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做食食开餐厅这道的生意，这阵嘛真上重。来看台南地近来都真侪结婚岛，互主人家要求取消。只有一间5星级的酒店，干那一月你就损失600万去。另外，阁有一个总铺师曾先生，因为这站拢因无倒声，做无工课，就要去市仔内卖卤面，占道罔计时。穿着都市衫的衫，一透早就伫整理搭准备开店，但是伊原本的身份毋是摊商，而是做外汇的总铺师。近期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外汇场纷纷去用取消，只会使到市场来卖卤面。像一些庙会的也都取消，有的剩半下5、6桌。我们家这多几人厨师真的很惨包括餐厅、外汇，真的不知道怎么要度过这个关卡。我也是来这边卖这卤面，度关卡。敢若对3月到现在，都有400多去用延期或者是取消。我看卖市场内面人潮是真少。可见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是真大，而且毋但外汇是无生意，5星级的酒店婚宴嘛拢伫市内举办，影响的层面嘛袂少。自从破100例之后的话，客人一直就是往后面，有到6月的婚宴也有被取消。那么以目前为止的话，到6月份，我们宴会厅剩下的这个业绩只有剩下20%，相关的金额已经破600多万。民众惊根据是主要的原因，互婚宴启用取消或者是延期的状况是真普遍，也者是真辛苦，只会使盼望疫情赶紧过，损失赶紧来指挥。记者王正云报道。咱来看婚姻馆，岛南镇公所为着要彻底掌握遐踮伫咧厝内检疫的民众的行踪，已经开始运用一款智慧型的手环，这是夹伫咧手箍顶头，袂当硬度绑。若惊离开厝内，出去到门外，就会发出警报，即时经过手机通知村里长在机。镇公所担嘛望讲，在家来检疫的民众会当顾全家己嘛，顾全别人，尽量配合来挂这款手环。甲手环挂咧，甲接收器连线。若挂手环的民众离开一定的范围，监测系统就会发出警报，显示挂的人离开这个所在。为着要弥补手机GPS 的不足。即马分林岛南镇公所要互居家检疫的人挂这智慧离家警报器。乡镇长还是村里长里干事，拢疲于奔命，因为这个智慧手机它有它的那个盲点，因为你才会漂移1至200公尺，所以这个人伫外口手机内底并且监测者拢定定安尼接到民众的反应。岛南镇公所表示，目前有28个居家检疫的民众，平常时靠村里干事电话查访，毋过就惊有防疫的空隙。即马结合科技业者，希望会当协助分担监控居家检疫的人，避免村里长因为 GPS 无稳定、信号错误来做白工。是比较属于比较人道的关怀，所以我们用电话的话，其实我们都相信案家，他们都是可以配合的。那有多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是更多一层保障这样。表带呢是用我们那种急诊室剪伤用的这种表带，所以它除非很大力的去破坏它，或者把它剪断，它才会拿掉。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在14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居家个案有没有把它蓄意破坏。科技业者表示，离家警报器安装的流程真简单，检疫的人只要把监测器放伫咧厝的插电，搁挂科技的手环，人若超过居家的范围，就会透过来发出警报给里长。岛南公所嘛呼吁检疫的人会当配合，互社区的民众一个安心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6当前的今仔日，日头花学生运动，有学生冲入去行政院，所有政府派警察出手拍人、赶人。早起包含长春市有参加的学生，还有义务律师做伙开记者会，公开一寡法庭审判做证据的录影，指控讲有警察滥散运用权力出手拍人，伊嘛要求行政部门都要继续追查这方面的责任。保障集会自由，保障集会自由。大声喊口号，太阳花学运期间发生的3二四行政院驱离事件已经满6周年。迄当阵的参与者有的变做民意代表，而是甲义务律师团开记者会，除了公开部分法定勘验的修正画面，批评6年来无一个警察甲封禁施暴的警察主管，互人追究责任。在看到那2段画面，我们只能说那是凶残。我想用凶残这2个字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试问，透过警察的搜证带去追究施暴的远景，有很困难吗？记者会顶悬，把参与学运的吕立伟讲到，迄当阵的心情是后天搁落目屎，呼吁大家继续重视学运追究责任的专项正义。我希望大家可以时时去监督公权力，不管是我们的行政，不管是我们的司法、我们的立法部门有没有滥权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同时想要享受这一些进步上面的肯定，同时还想要隐匿这一些非常退步、威权、可恶的这些行为。这场驱离民事部分已审判台北市警察局赔14个人111万，刑事上经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黄成勇一审奉判无罪。目前相关诉讼还搁在进行当中。义务律师团认为，除了司法追究责任，施暴的警察甲长官拢应该互追究行政责任。会就实际的案子啦，律师团他们所提的，我们会来就实际的案子到当时实际的案子的状况，我们再来做研究啦。主政警政的律政部表示会进行了解，义务律师团嘛建议，警政单位应该检讨警察的教育训练、警察武器的使用，还有处理集会游行的标准流程，让警察执行的过程当中，袂搁发生国家暴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滥散运用手头的权力，若法官强制要求民众牵报纸道歉，这敢有违反宪法的顾虑？因为一个姓朱的某人进前伫咧网络和人相争，互法院判刑确定就要赔偿，搁有牵报纸的起诉，甲人回失的。这个朱先生不服，才伫咧5当前，甲大法官申请改说宪法。早起司法院就举办公开说明会来审理这条案。妨碍名誉案件常常有刊登报纸道歉民事法官，亲像媒体人周玉蔻今年1月份成为顶新有事件，讲前总统马英九修正的宪政言论刊登报纸回失的，不哩个反映强制要求加害人公开道歉作权，引发质疑。一个姓朱男子过去8个人伫网络冤家，向判刑决定。爱赔钱，甲刊登报纸道歉，毋过伊不服，提出大法官释宪。第24早起，甲2个委任律师亲身出席释宪案的公开说明会。名誉先被攻击，他曾经原谅对方，撤回告诉，然后呢，但是后来对方又再度对他做攻击的情况之下，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才会做反击。那我们只是觉得说，强命道歉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侵害人格权的事情。民法第195条规定，名誉向侵害人会当要求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律师主张，这个法条并无规定由法院命令道歉。佮讲，亲像艺人周子瑜，不因为政治向强迫公开道歉，已经违反人性尊严。无都想到自由民主国家，佮强迫道歉的代志发生。虽然其实判决的不管是非对错是怎么样，但是就不应该有国家来强制一个人来道歉。我们认为说这有违宪的疑虑。不过，司法部认为，刊登报纸道歉无违宪。佮讲伫清朝，大清民律草案都刊登报纸下罪传统，因为咱达到分辨是非、澄清事实、导致社会印象等效果，对被害人冇安大效果。双方意见不同，刊登报纸道歉敢有违宪，该等大法官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专门伫咧网络替人引透露，人力银行公布上届新的调查，讲目前有超过50%的劳工拢烦恼讲会去互头家甲伊放着无薪假，嘛有4成被惊讲会去互人裁员。另外嘛有超过1成的企业，当时拢已经暂时停止要招募新人了。订单变少的情况下，主管有跟我说，可能最近生意不好，所以要进行裁员这样子。就来提示职业基础证明，
已经失业3个月工程师展，真无奈讲，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和公司无有境裁员，到这么依然找无头路。现在我觉得不好找这样，因为目前有面试许多家公司，目前可是都还没有消息这样子。疫情影响航空业，真侪国家的航点拢取消，空服员其实是影响真大，真侪空服员开始放无薪假。那随着疫情的恶化，公司被迫停了所有大陆的航班，公司也在这边要求我们放完所有的年假，也开始申请无薪假。主要业务来源是对华中国的业者，最近的营业更加是损失惨重，接案中减少真多，真侪公司已经宣布无搁再找人。现在整个专案都停办，那目前他们的复工也还不是很明确。今年上半年，甚至可能今年一整年这一块比较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处理的。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超过5成的劳工担心未受到疫情影响放无薪假，4成8劳工担心被裁员。整个无薪假的状况，预估可能还没有到高峰期，主要冲击我觉得还是在餐饮业、航空业、观光业，5月份跟6月份才有可能达到一个这个比较高峰的一个数字。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大，冲击国内各行各业，有真侪企业防疫措施是超前部署。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超过2成的企业实施继续营运的计划，其中有超过1成的企业是把员工分开伫咧无同所在办公，包括减少出差外派，或者是用视讯缩短开会时间，降低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这边，当时有民众伫咧反映讲，市府就讲有要分一卡内底有放喙烟甲豆尖的关荷包，互因遮会在家来检疫14天，袂当出门的民众，结果哪会摕无？市府是讲，因为因看要本人的豆尖当欠货，上紧者应按这卡关荷包，就会当送去到遮的民众的手底了。讲到居家检疫的过程，干小姐讲，到搭居家检疫期间拢已经结束啊，却拢一直无收到市府的关荷包甲物资包。到现在就是我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也都没有，就是除了早上的电话之外，就是他们也都没有送任何的东西过来啊。干小姐这个月初8为澳洲转来，照规定居家检疫14天到23结束，不过上重要的关荷包却无摕到。另外17转来台湾的英国留学生，到搭居家检疫已经第7天啊，物资甲关荷包拢无收到，因为内底有上重要的豆尖甲喙烟。口罩要取得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需要居家检疫的当事人呢，他要如何去取得口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民众甲民代反映，无喙烟甲豆尖啊，恐惊家己会正做防疫的空棚。当地里长嘛无奈，就算想要送嘛无法度送。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到这个月23为止，台中市居家检疫的人数有5442个人，甲19比增加几倍。不过因为采购的泵尖欠货，关荷包才会无够。忽然间增加了那么多人我们是有不够，我这一点在这跟大家道歉全台中市大小药房我们都去拜访过了，叫他们赶快调温度计出来，口罩没有问题，温度计有问题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到24为止，关荷包还阁欠2000多份，会伫咧24暗时保护条。另外，物资包是由厂商甲社会团体捐的，虽然内底物件无啥共款，不过毒鸡或者是老大人的，会加强保甲有够。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武汉肺炎有影影响到各行各业，不过咱嘛有出版社正方向前行，用短短3礼拜时间完成一本以新型冠状病毒做主角的囡仔绘本。佮宣布讲印好，卖前要卖，就先捐1000本，互遐个所在较遥远、教育资源较欠欠的学校，就去教本学生囡仔看。完整细粒子目睭看袂到，阮阁会当一直变身，升级哪来哪强，用病毒的角度来讲故事，阁配丰富的红仔图。这本甲新冠病毒讲拜拜的绘本，3礼拜内底就完成啊。用讲故事的方式，不说教，让小孩知道要勤洗手以外，那相对来讲要什么方式来避免。小学仔甲幼稚园的囡仔已经互教讲爱挂喙烟，甲直接洗手，但是对病毒的基本了解甲疫情的严重性，无一定有感受到。协助审定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明讲，中小学仔虽然有健康教育，但是疾病教育还阁有继续加强的空间。不过大家也知道，小朋友教洗手是没有用的哈。这些小朋友洗完手以后呢，马上又去到处乱摸，开始吃东西哈，所以
这个效果当然是不是那么好哈。不过这种书大概多看几遍呢，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嘛哈。为着疾病教育甲健康教育登紧，出版社先把一成本送去较无资源的小学仔。黄立明嘛指出，台湾的疫情还佫伫要挖社区感染的状况。虽然目前中小学幼儿园全面防疫，但是做出预防针进前，所有措施拢有极限，要佫较认真小心去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市哦，有一个今年也无到30的青年农民吴一定，伊自退伍就决定要倒转到故乡种草莓。经过过冬的打拼，伊担草莓已经种超过1万丛了。吴先生嘛真好心，和地方这关怀老辈的机关配合，互真侪时代拢通来体会挽草莓的趣味。尤其学了少年农民吴一定种的草莓真新鲜，因个特别对台北走来这办。报的那个评论说这边的还不错，然后天气还不错，然后这边的草莓蛮新鲜，蛮大颗的。他从第1年开始有草莓，我就每年都有来采。 81年厝的吴一定发现，若到年节，真侪人会回乡过节。不过附近无啥景点，因专种家己上爱食的草莓，也用心经营草莓园，希望草莓园通成做地方的特色景点。我自己在这边生长10几年，像节日重大节日的时候，过年啊，然后大家都回来4、5，结果我没有地方跑。吴一定从退伍的时就决定回来故乡种草莓，因为草莓惊热，土块温度会影响草莓的生长，所以伊嘛用高价方式种植，那提高草莓的品质，嘛互行动不便的民众也是老大人较方便挽草莓。我们采用高架的做法，可以比较就是不要让它太靠近地上，这样子，比较减少一点点的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地啊，就是老人家比较多，那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方便的一些长辈们啊，可以一起来体验的。吴一定有时也和地方的机构合作，互老大人同齐来体验挽草莓的趣味，希望用伊上喜意的草莓，替地方、替公益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咱来看南投草屯，遮有一个青年人，伊也是用心研究，不过伊研究的是咖啡，头尾已经9档外。爱这站，阁经过劳动部青年职业生涯发展中心的辅导，写出一本企划书。爱家己阁找店面，转而来开出一手打造的咖啡厅。即马伊阁运用在地食食来煮料理，望讲创业的路会当愈行愈开阔。研究咖啡9年啊，一杯咖啡毛重如冲了真熟手，冲刷了后，佮家己做的点心放入去盒仔内底，准备卖互人。毛重如是南投草屯人，留伫咧故乡创业，伫咧劳动部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的辅导之下，即阵伊开了家己的咖啡厅。伊也讲起创业的头一步，上界困难的所在。就写企划吧，对，把企划然后更完善的去写，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在他们的关心之下，也会慢慢的解决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开店哦，或者是说开设公司的设立的一些章程、记账哦，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哦，我们这边都免费提供一些咨询。唔那创业，毛重如佮甲读卡当对料理去，即阵伊用在地对环境友善所种出来的食材做年菜，人客反应也不哩好。伊也去互老师邀请登去南开科技大学演讲，分享创业的经验。在地的风味。然后还有比较异国他乡的风味，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做的年菜还蛮广泛。不过他这几年的一个咖啡的一个专业，也请他来学校这边来指导我们的在校生去做一个创业的动作。毛重如坚持做家己有兴趣的代志，也骨力气，即阵总算拼出属于家己的一片天。伊认真打拼的精神，也成做少年人创业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草屯公园，咱来看信义乡。南投信义乡的农会这几年拢有咧鼓励农民采用有机种植种毋嘛，佫会协助农民申请有机的认证哦。虽然深开始产量加减会受影响，毋过一来对环境的影响降低，二来嘛加真成功。尤其对老辈的农民来讲，毋免爬山行，随门仔远，工课路是加真安全。南投县的信义乡是国内重要的梅仔产地，不过在地多数的梅仔树拢种伫咧山坡地，对一寡较有会的农友来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工课。为着要改善种植的不便，大多少年的农民开始改良，培养全有机的栽种法，互老农民唔免阁爬悬爬低。古来也看到友善环境的改变。其实这个相对的，对现在一些老农啊，慢慢就是一些老农，他的年纪越大，可能在
在一些山坡地的一个种植的方法的话，我想是否要改变一种耕种的方法？那我们就是管理上比较恢复原始的这种做法。信义乡农会这几年来鼓励农民有机栽种，因为梅仔树本地就无啥需要喷药啊，若是直接转做全有机栽种，可以当协助农民摕到有机认证，发展各种的梅仔产品，拓展多元的销路。因为梅子它的病虫害相对所有果树来讲，它是比较少的，尤其梅子的果实它是酸涩，所以一般的虫不吃，所以它要做有机这方面来讲，可能它就相对的就比较容易。大部分的农友他们因为都是小农嘛，会希望有自己打品牌的部分啊，所以还蛮多院政户为了做差异化行销，就开始来做有机验证。不过，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真侪农民也无法度顺利摕到认证。若要正经推广起来，有影是无遐尼简单。农会除了继续坚持有机转做的概念，也招侪农民做伙讨论意见。望讲友善环境以外，会当互消费者买到上健康、安心、好食的梅仔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台中大道山阳国校，虽然这同学校敢若7班尔，不过是有一个历史真久的太鼓队。啊，这会拍太鼓的学生囡仔，平常时拍拼练习比赛的成绩嘛，一日一日好。啊，因这同学嘛，望讲会当互更较侪人听得到因对音乐艺术的热情。专心抓节奏，囡仔兄囡仔姐气势十足，这歌仔声有要弄加真活。因展现平常时骨力拍鼓的成果，这场表演，互台下的观众也个评审听得到底是真感动，也互因伫咧台中市的音乐比赛国小组打击音乐的合奏这个项目摕到第2名，成功进入全国赛。每个礼拜3都很努力，虽然我们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就用这少少的时间很努力的去练习，终于可以上台表演。掌声给很多的观众看。差不多15年前，台中大道区山阳国小的老师为着鼓励学生囡仔多元发展，甲艺术也有人文结合伫咧学校的课程，以太鼓做学校的特色，成立太鼓社团。虽然学校人数无讲介济，全校只有7个班，不过年岁较大的囡仔就带较细汉的做伙练鼓。社团的教练对这摆学生进入决赛心内真激动，也讲出对社团未来发展的愿望。山阳国小呢，最棒的特色就是我们发展太鼓已经非常悠久。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希望以太鼓为核心呢，邀请大肚区的我们所有的朋友，然后一起共襄盛举。通过太鼓这样的一个媒介，能够去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社会服务哦。那甚至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家长。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决赛，伫婚林馆比赛，山阳国小的太鼓队讲因的真专业，伫咧北港文化中心，甲因上好的一面展出来，互大家看到因对鼓仔声的热爱。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啥款？观众朋友，咱来看各地头温度详细变化。北部23度到27度。中部25度到29度，南部22度到31度，东部22度到26度，今晚平湖16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